再来。OK，右邊。阿龍學佢哋 poster。阿龍就喐咗喺江面區。啦，無聽係講話搬，就是後邊。start 了。拉票。拉票下。你話搞翻去。拉票。Hi Alvin。Hello。冇。我諗下佢哋執掉重心加阿毛喎，係嘛？我佢哋小英。呢啲內崩格啊，執掉重心。你咪聽咗一個啲睇視啊！執掉重心，執掉重心嚟啊！執掉重心 ，OK，alright， 咱從今天開始啊 ，OK。我俾做乜嘢？用揼掉做三出尺啊咯。係啦。揼掉奶，肯定揼掉奶，因為伊愛嚟拍廣告伊尺嘛。阿John，冇 start 啊，阿John，我佢又咁樣隻聲。OK，我啦 start 啦，你跟住嚟 join 我。阿龍係水阿龍，我開始㗎，你你執，你記得都係幫過啊？龍。龍都搣掉啊。Kopitiam咯。呀，你識水？你 poster 咩 design 水啊？完啦！你 design 啊？明白啦，我跟你講，我自己腳踢做咁我咪死啊！你咪激我啊！我只借你冇錯咯，我咪錯啦。錯。我冇喺錯人啊！嗌錯啊！你破戒錯。阿John出，阿John出咗流冷是唔是？阿冷，你叫我流冷，我冇別錯嘅。冇，我怕伊。我跟你報錢。錯定你咁去錯嘅巴嘢，我睇冇錯嘅嘢。笑啊！笑死啊！你班啊，都聽佢講 sorry 啫。我冇聽啊！啊，紅布娘娘，對不住啊，對不住 ，sorry 費事。你自己做白冷掉了。OK， 我會 tweet 就 OK first topic grandparents okay. Tweet alright OK start 下喂死人啦慘哎呀天公我未記起我 website 呢哎呀我跟你講我一日就叻啊你上一輩嘅呢？阿 John， 阿 John， 流冷啊，只炒隨便炒就流冷。寫笨蛋嘅嘢。夠啊！你都講你流冷，冇去怕咯。人哋笨蛋跟住流冷啊！哇！冇鬥嘅，會嘢啊！乜單咁背舊已經全名都俾掉過我啦。咁你東房啊，跟你。我喺東房我喺呢啊。咱個對起來 in person 嘅時，咱做一個正三擺嘅，應該係出 in person 就，我對邊個是落 selected 人嚟做嘅。一個阿多就一件咯，confirm 咗未？你話政府隊別用啊？媽你謙啦啦，阿多。一幫冇咩證啊，冇咩就人照。你舊公已經就一頸啊嘛。
阿仔啊，sorry 啊，成日啊。豆嘅啊，你講嘅估你學嘅冇味嘅。做阿公阿仔講咗咯，個阿公講咗喂，我跟我食到紅嘅。十幾年好似味嘅學嘅。是咯，我個是真正嘅豆嘅，我跟話嘛。對。會變豆卜去啊，定係啊？好啊，點解有人自己叫豆卜啊嘛？有，我會記。豆卜嚟先是。啊，是啊，豆卜還無喺度試，日本囝，無啦，日本啊，Ah, yes. 死袂爽啊！零啊，豆嘅都錯波喂，無人愛啊！計未出啦，嚇？你計未出啦無，人愛，無人愛。嘅未出啊！對見我佢對咩啲啊？見我就已經有了啦，我個有 trans 咩？你都比較對。阿準，喂，張叫啊？豆嘅啊？過嚟記這個啊！過嚟記這個啊！我冇影，等陣我會看咩之類，等陣。無影，我哥魂。等陣我啲 set up 掉嘅 audio broadcast 物件，我想講我到正時一雙雙搖卡搖藍趴呀。我 website oh shit 我俾見我嘅 date publish date 有啲是幾號啊？我啲是8號。17號啊！你是講往邊年嘅日子還是你日子？邊年？啊，講我日子啫。阿多，安怎？你是看網了？看網。你起來啊，多。你知啊，到那看網。咩網咧到啊？OK，阿多你時間 warm up 我人嘅。哎呦 anniversary，住嚟。做學人打我先啊！一接嘅時攏別人嘅字邊啦。唔知。喂，驚你吵人我喂。你驚聽到人就好啊？啊，聽到人講。伊唔捌聽到一間傻妹。無電，大漢咧無電。啦，我看到小英定啲。啊，無電大漢咧無電。我等佢記哦，佢記人佢哋我就冇電。無電大漢咧。啊，部電視拖拖嘛會記，咪見到就嘢嘅嘛，咪人裝嘅。係啊。弟弟大佬講你這邊啊，是這邊。我哋這邊，甲安哥咪姑講。叫安哥咪姑咩？安哥咪姑。乖。我叫安哥咪姑。真係睇到你咩 ？OK，start 啦，start 啦。安哥咪姑。啊，OK 啊，搞啊，哪叫哪鬧唔叫啊。叫哥哥呀，叫未出。哥哥。OK。姑。哦，C 我個未記過嘅。你未記過好啊，你無咧加鬧啊，這幫無咩加鬧啊，這幫你啊。哦，你地無咩加鬧啊，這張掉了啊。我看我都真有頂住，我係舊年咁冇冰嘅時度加啦。個加鬧啊。OK，我俾佢。阿仲你阿仔有讀嘅你。冇看每起來一亂話集咩？我別去到啊。OK，等我啊。阿公阿媽又讀我哋啊，等我。哎呀，唔掉手。大個手會掉啲啊！大個手掉啲啊！
哎呀，各位聽眾，歡迎咯人，各在對對嚟邊嚟學見嘅節目，你唔白是咪姑？歡迎各位對嚟邊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真正留咗人哋只節物件，要教你人講，人哋我人誒慶祝10年嘅 anniversary 嘅 show 會出啊，會到啲邊嚟嘅 show 會來了，我嘅 excited 哦！哎呦，哇！真係我未打，我只緊張上面，我嘅節目冇做過，我嘅攣啊頭殼都冇聽，但係之前嗰時候對個節目冇做。啊，咁我特擺咁買做播行嘅後，本是做個自做家正嘅你。啊啦，啊，我講聽咩？一打我買做播行嘅就。聽就聲。哇，OK，咱嚟介紹我特別嘉賓先，我聽到咧聲咧，就是我老家一股部對來了，南西歡迎南西。Hello。南西歡迎，了個有我聽到豆嘅，歡迎豆。我一拍對啊，看這個咩名啊？啊呀，你個位先啊，放個聽下。我嚟做頭嘅了。有噃。你冇 accidentally delete 嘅啊？冇啊，姐，我放咗包冇佢動搖，是放佢到佢體驗啦。我掉電台喂。冇，copy lasting 喎。你嘅嘅，很啊。是咯。有個等陣我個有老椒好屌，歡迎好屌。好屌啲搞拍廣告。我睇死我會辦緊，我唔敢出聲。哦 ，OK，你用你冷嘅面，跟你超嚟表演頭我哋啊！啊，對，就陣間就買咪嚟啦，哦，我買下啲哦，所以你講笑，แล้วก็只有到對嚟參加嘅人嘅西湖，唔是西湖。福建。歡迎福建。Hello， 大家好。我有去上班啊，唔知有啲小話嚟隨到哈。會使。แล้วก็叫做 Happy 有啲哦，是咁啊。Happy 冇應該。哦，咁啊福建啊啦，歡迎。แล้วก็到啲台灣去日本嘅日本鏡，歡迎日本鏡。Hello， 大家好，愛坤呀。愛坤呀。你幫我聽。有冇簽證啊嘛？睇你冇啉酒是嘛？哦，啉酒嘛，播啊，來講你 secret 出嚟。冇啦。簽證嘅 friend 係咪？對嚟哦。OK， 我未對啊，等你啊。啊，嚟我看你係朋友，你看係朋友。哇，一個咧妹，呢個。我諗未去看日本嘅航景啦，特別 YouTube。OK？ またお客様です。ああ、お客様です。你卡吉阿咪様です啊？咦，卡吉是上嘅啊？你講卡吉様です。兩隻卡吉。大家冇稱卡吉様です啦。我嚟有 guest 你嚟 check in 啊，然後叫熱哦。OK 啦，所以我瞄嘢。OK，แล้ว當邊個特別嘉賓阿摩歡迎。大家好啊。哦，你當邊得咯？我Penang ah, Phat Tengah ke Armenian Street. 哦，Armenian Street 叫咩嘅Phat Tengah ke. 哦，拍檔啊嘅啊。是Phат Chok ke啊，Phat 北基啦，應該是Phat，這邊應該是Phat Chok ke啊，Phat Chok。拍照嘅。哇，你嗰邊個一轉咧嗬？你去嗰邊？個挪過節咧。哇！因為我特別。你一趟見到你我希望。我會啊，等住我拜沙都走了，tapi 唔知我19去19節19號就個再來啦。我見阿節我講福建冇可能，因為我幾節講了，講華語。愛講了。咁福建話用緊了啊！是啊。都俾佢拍要啊！
跟住，哦，嗰一個啊，嗰一個要緊嘅啊，老字吧。啊，老一是老男怕。阿當啊，快啲hello 大家好，阿 John 家你呢咯。這句喺度跟啲啊，看。阿當唔捌用過這 Google Plus 一個老人啊，看袂到，但袂到。哦，唔係個唔係用我哋估啊，你看老咩一幫。哦，對個好聊啊。八字都俾上係做咗咯，曉啊，當見。搞啊！係啦，了解了曉。我講聽到。特別冇人嘅。如果係老母啊，老人啊。你自己講咩？一驚，聽冇半行啦，咩驚你差亂？不，阿當我講，你特別大看冇係阿冇你老母老人。誒老母，全部一個一定要記錄嘅。好。右邊嚟啊，右邊反正右邊。右邊都得咯。右面就係阿 John，喂，你得咯。Hello live wedding 啊，哦，只教影啊，這是只特別講教影啊，是只人教演啊，特別講嘅，知道咯，我看是後尾我看。哦，那就到 hotel 嘅咯，冇特別講，冇去特別講。哦，哇，你幾人咯嚇？我講聽啦，頂到嚟叫我講話，你這年啊無下只條教影嚇。頭啊，我對佢咪是去自請只教影咯。你唔使講啊，你教影啊。有時候我咧細個有嘛，個坐起另外一隻教影，我睇只攞對教影啊，笑哦。隻胡刺，啊，唔知喎啦。隻兔仔，隻胡刺。唔知行政嗰種唔知啦嚇。話碌卡隻胡刺用咩 replace 啊？用佢哋佢哋胡票中間。哦，對，咪就咩胡椒的。胡票咧就是燕窩咯，佢哋燕窩啊。NO。佢哋嚟 replace 啊。讓聽到嘅時講 NO 嘅時候，又青椒唔嚟定是青椒？這青椒冇嚟啊？唔使我問我嘛，得啊。你會哇！隻狗影啊，到底得啦，這是邊？係咪即係星期五咯？係咪學到？右邊，唔使聽條人哦。啊？右邊呢度對係咪學到？我聽下啲我。係你 Rainbow Paradise 咯，我哋廚會餅嘅。我係 Rainbow 啊！我係買廚啊。Rainbow 係你哦，但中度講呢餅啊？講嘅 Rainbow Paradise。Crown Prince 啊，定當 Crown Prince 餅。哦，定當 Crown Prince 係搞對面。係搞對面有邊時？邊嘅？哦 ，Paradise 我知，我剛才就講數 Paradise 嘅，你是那車去嚇？我知，車去，頂頭係隻朋友啊，到底對面嘅嘛？係咪呢個面？出嚟睇，我冇講過啊，你講數。我只能講數一齊，因為依個學到冇個開始嘛是驚，一看到自己房間困上，假時不出，驚住企喺後面就想啲困咗度。好火。OK，右邊瞄你咪一隻人。瞄我聽袂到。No。咁多你謝人啊？呢啲隻車了，隻狗嘅。哦，隻車啊。你聽成個行業你安尼謝人做你嚟個恁幾百人。你聽到？聽人㗎啦，你聽到。OK，
鬼情人啊！什么啦？啊無，等陣入邊講，咱 start 時候，別 start 時，咱就別講下咱嘅gathering，到底邊個1月3號邊8嘅位，希望咱大家人一出來看。我人有特別，你若是趁來就趁一特別嘅物件就是有人啲甲我即個男啲甲我做掉，即特別物件，咱特別有來甲有趁哈，咱無來咧就唔通對心肝哈，或者是我人特別來。有來有趁，無來未大漢。有來有趁，無來無趁，我咪未大漢了，阿龍。懂啦，阿多。亂做叫你邊咪個老母？我時都差唔多咁都想緊你這年啊嘛。阿多，你係想去咱有一咩事嗬？咱到底？唔知 Skype 還是到咯，咱啲拍殼啊，講你十字寫時候都叫。是咯，講緊會一嚟招咩？寫咩啊？你會嚟想咩啊？你招我咩？想咩啊？因為我未記啊，我特別去吹。有冇自己是？雙虎架。哦，我覺得雙虎架都冇人制。雙虎架都冇人制。雙虎架都冇人制。我在是有時間呢。你見人借掉。拍殼講個即係kata pulu 唔是kata pulu saya boleh kata pulu tu dia mata tiba ni即係阿爸做不來了atau 有kata pulu 嘛都要揸佢字都你嘛到 public bank 嘛那少我諗所以變得真細你一隻就拎啊阿爸做你最近嗰個阿爸做講的話冇啦 Facebook chatting 嚟咯哦，因為我咪嘛，我對希望要做我係小學嘅 gathering 嘛。哦。落飛機嘅直接到。Hello。喂，今日個真無禮貌，要掉把啦。就是咧，你講到過來見啫。是安尼揾啊。及時候驚本時安尼揾出來。那是講你驚無夠及時啦，咁都當冇煩惱啊。OK， 然後 OK 怎麼方面啊？講到對14先對。OK，然後讓要知我下面咧，讓特別1月3號是特別來。然後 Hello。吉隆坡咧講者哦。來，阿西來。John 啊，你快去食個多邊嘅。會使啊，你幾時啊？我看我日子咯。我看你電視影了嘛。我 weekend already full 了。weekend already full weekday 了。weekend 我 OK 啊，我英文嘛。weekday 成計。weekday 人免讀車軍嘛。before Christmas 還是咪見邊兩個安排咯，應該邊兩個安排。OK， 個有。KL 嚟講 KL 是第27號。Alvin please 落入邊嘅 crowd 成日就對啊！我講下，我冇睇嘢嘅佢哋啊。揾工啊！你聽 KL 嘅人KL 第17號，啲即個Bandar Puteri Puchong 嘅嗰個 Starbucks。18個來啊！18個來啊！阿冇你啉kopi吧哈？啉kopi吧呢啊，嗰是啉茶啊。你是啲咩多？Bandar Puteri 可能好似 area。你所以我講掉啦。啲。sorry。啲 The Cube 嗰邊㗎，嗰個 area 是叫 The Cube，Cube 是 CUBE The Cube。然後伊即個 Starbucks 啊是 Independence building 啫，伊家己一個 building 啫。So 我未記是2站，嗰是3站，你又揸多間嘅？嗰是3站嘅。something 3站咯，你嗰邊是麥當勞本是3站嘅，所以伊是成間 bungalow 啊，你可能一間。我食物件，我會使佢去麥當勞食啊，過來啊。so 是1點下晡17號拜六來。1點下晡。1
1點下晡拜六12個月17號，那時候我要去吉隆坡嚟講，就去嗰邊。中嘅Bandar Puteri 嗰邊㗎，特別伊唔是 Citibank， 唔是 Giant 嗰邊㗎，伊是直直去 after 迄個 Columbia Hospital 邊啊。哦，我知啊，我有去啊。我不去個 Columbia Hospital， 我知啊。不到嘅。除 Columbia 就知啊，除 Columbia Hospital 就知，就是上條路咁樣。我有去啊。啊，真葡萄嘅。真係葡萄嘅啊！真係葡萄嘅啊！呢阿 John。就是你啦，冇法子了。啊？我少量葡萄嘅，你估冇計講就話。那個椒米嘛，咁冇？係咯。對，我知。嘅字面啊，實見啊，而家唔敢嚟啊！冇啦。我都發見佢啊。人有線電話，假如上。哦，6 plus 有人。那個冇嚟6 plus 有。是啦，我有應該是冇應掛。你冇 reply 我冇。我係咪嚟？你講下邊講。喂，KL 係咪嚟？我去逼伊嚟。我特接 WhatsApp 逼甲伊嚟嚇。安尼未來，你特別直念。打直念呀。Facebook 我是咪做PJ嚟先？有驚？咩事？你做PJ嚟唔是？啊。是啊，你join 人冇？會使啦，達到貴啊邊嘅，我就到咯，你 Q。你唔是到底上班咩？你講？冇啦，我係 home town 是上班啊，比我大一個 PJ 我做緊。OK， 我到吉隆坡會到啦，你如果1月3號你嚟哦。1月3應該有啦。我跟老豆，摸大200人啊，幾好事。到時你使廿一個 bag 給人 donate 類學路嘛，給人捐錢好咯。我有叫 donation， 特別 donation 唔是地類學話，地類是咩？我是講我人搬類學是有一 portion 學人唱歌人咯，即表演唱歌人，然後加學即個所在位咯，然後我人就是阿龍啊，阿龍冇對啊。我 KL 會使，我 KL 會使教學路呐。你冇嚟乜地咩？好咯，不要緊啦，凊彩嘛。哦。一個線咪好啦。入面係你學話去。哇！結交英啊，我都講啊，結交英bằng Facebook 路㗎喎，講我學了啊。係，都時候喺直播間度唔講。你咪教學你咯清知係嚟嘛？希望呢句嚟啦。唔知冇 reply 我唔會嗰啲，你要你嗰啲喎。我冇睇到是前幾日個有場 event 呢，然後英國中國唔知有some event on today 係唔是？有 event 呀。哇！英國根本就冇嚟喂。有英國中。講叫誒佢節目冇就係誒佢節目嗰陣時就啲本嚟做嘅嘛。是啦。靚咯，或者大家有個聽聽先咯嚇。西南意啊，咪咯。西南國中啊。OK，然後等陣會OK，เราอีกที12個月27號1點下晡到第半鐘你就 Q 個筆車。Starbucks。對，個筆車。個筆車。星客吧。係咪星咩打？星客吧。星客吧。星客吧是華語嘅 Starbucks。華語啊 ，Starbucks 啊，星客吧。哦，客吧啊，客吧。客吧，客很多，客吧。星客吧是巴係巴啦。星巴克。是迄個巴士，迄個星巴克呀。我聽我嘅 China 朋友人講星巴克啊。星巴克是客吧？星巴克。星巴克個成個 Starbucks 嘛。是啊是哦，手你又長咱當今啊，我感覺成個是咱嘅 reunion 嚟講，咱都冇講到咧話題。阿 John， 你睇下我特別有我。我唔是out of topic，topic 冇接掉啊。
根本就冇講掉啊！那個講咱們去出國啦，然後咱們去華。我點正啊！我點正啊！我點正去嘅，因為頭正啊，唔會是講去普羅都對去啦。點解我就講個實辦喎，辦一個拍確啫。係啦，邊啦，邊啦，學嘅。講個韓國食啊。B2啊，B2邊嚟學見嘅都拎超過啊，B2。講翻嚟啊，咩嘢？講了。哦 ，good。哎呦，特別啊！一隻人那個有冇想啊？你我買邊嚟電腦，佢就起來跳啊！你啦，你嚟揼崩啊，冇嚟跳。好咗。OK，咱要接話題未？開門啊未？開啊！開門，歡迎。邊嚟？特別要見特別嚟啊，慶祝啊！我頭先念緊啲嘢。即係呢排我哋是咪講阿公嘅阿媽？阿公阿媽。嚟，安怎做工嘅感覺是安怎啊？多。爽下地個對啊！爸爸已經是斷奶是唔是？阿多，你而家做工嘅咩？哇，南非嘅是驚。阿多我未做工嘅，你未做工㗎？是做工啊？做工嘅啦。你而家做工啊 ？OK， 嚟講啊。安怎你頭一擺做阿公嘅感覺是安怎？你會想講，你唔是講真老嗎？我嘛順小啊。我們老20年30加 FD。30加。30無，因為你老嚟講，係啊，你人看起來你無感覺老嘛，所以你人無看起來無。是後尾看啊，後尾看無老啦。我啦，目睭就是砍掉，但是唔咧是都無老。後尾看十倍咯，頭前看比較熱咯。會哦，十倍加比10倍啫哦。停拍嘢啊！我是看到隻 angle 啦，看嗰隻 angle 啦，都嚟看我頭前冇我，咪比較熱咯。一攞嚟林波咪加球。我冇啊！啊！喂，叫阿公，阿公。阿爸阿公。安怎講下你頭一擺做工嘅感覺？感覺點？感覺 because 都冇鬧嘛，對有人講嘅時候，阿公是鬧嘅嘛。哈。然後大家冇感覺，冇咩感覺，我成日都冇人鬧過，人都邊阿公嘅？你做阿公就幾啊3年。3年啊，即是你大漢嘅嚇。冇啦，走啊嘛。走啊！走啊！我大係走啊！你成日一叫你阿公啊，有時你會成日講，哎呦錯啫！我頭先聽到時。盡者都叫我成日把你動。個成把你動啦，叫啦，嗰度叫你超級簽我。冇，你超級簽嚟講日度啦。那是杜小講入嚟嘅。即係有影啊！嚇，古早人講過啊，你未記啊咩？古早係人成行嘅掃入去啊，走入去就會夾斷嘅，然後攤咧慢慢搖出來，未記啊咩？古早係事。我冇講過，住人講啊，夾斷。係調行嘛，都對夾斷嘅出來。哎呦呦！你係有啲有時都唔能夾對啫，聽。應該未發生嘅啦。而家你榴蓮調查嘛未調？榴蓮調呢？你啦，當機咪影啊口呗。咪叫 cleaner 掃出來，啱嘴掃出來了。有水。啊，咱叫住，叫住執掉重新嚟搞數。哦，唔，thank you，唔係。嗰條豆嘢啊，豆嘢嘅呢個豆嘢。啊，叫豆嘅數。有豆嘅。啊，有豆嘅數。
到嘅夾法劍劍啦。哎呦！你等佢咧叫到，我佢帶佢扶落咧阿伯。係啦。啊，是咯嚇，叮叮叮。咱老人問啊，咱問少年人學少年人，你係啊講阿媽，我咪告訴啊，出邊啊講阿媽告訴我。講阿媽。嗯。講流冷講布蘭達就好潮嘅嘛，唔是咩流。講咩？布蘭達。Planta se le buat le roti planta. Buat roti lah yang tak tahu Oi ma kêu cà làm pha. Kêu mi. Cà làm pha. Bò làm pha. Bò làm pha. Bò làm pha. Sai講句. Bè làm pha.阿公阿媽講到即係阿公阿媽哦，有一個故事啊，咱平頂嘛是有獨落公巴啲哦，咱同人是叫公巴嘛啲哦，所以有一個故事就問佢講笑啦，但係這裡是無嘢，咱真係叫公巴咯。Because if 伊講一早就是告訴講啊，伊爸甲伊查某做，所以囝生出來要叫咩？哎呦！歡迎啊，多啲你講咪叫咩？你講，咪諗咪叫咩？講巴對。講啊唔對，巴唔對嘛。講叫咩？我垃圾仔一人有一個 question 嘅頭位咯，無明白咯。冇明白啊，冇明白咩？係咪冇明白？我後邊特別冇明白咯，我必啦，特別特別冇明白咯。得嚟講就。佢㗎啦嘛，冇明白啊。變咗我就講阿咩公巴，阿咩公巴，德樂公巴。德樂公巴。德樂公巴嘛，你福建話嗰時叫公巴。就你會叫做港巴，你講安出係會叫港巴呢？因為就是因為安怎攞 frequency 嘅都係冇上，係講那是伊個巴甲伊個查某啊，那是正三擺正三擺啊生出來嘅囝啊，你叫咩？你叫伊巴叫做咩啊？叫咩啊？講嗰時伊個巴嘛，你哋港巴哦。Finally get it 了。特別短啊，較長啊，嗱，因為 frequency 冇咩短了。冇咩短啊？sorry 啊，我做咩冇咩 update？唔是冇咩 update，辦呢唔是你啊，辦呢是伊人了。哦，你翻啊 ？Hello。High speed 啊，你。OK， 來講個阿公。我阿多嘅時候你翻係 Streamx 呢？咩啊？阿多嘅時候你翻那是 Streamx 呢，所以冇聲 frequency 冇聲。到嘅。係咪？到嘅。係咪？我在琴網。是咯。喺琴網啊。到嘅。今日念個 B 啊，寫面啊，點知教啊，佢又去笑咧。嗱，時間夠啊。lang naman. No, tapay at sila si Kawakong ma tapay si Kawakong yang wate tawa ma Kawang tuig mai kipulo ma la kaya jika kiko kipulo. What sila amo Kong Hali Kong Ama Gosu si Kong Anjan. 我唔捌對過我係講啊，我以前無蝦米好嘅人啊。哦，伊是騙人嘅。哦，我聽人講啊，伊拄着我嘅媽誒死啊。你爸係病嘅，是媽係病嘅。爸係病嘅，我唔知我係話講啊，我係話講我爸啊。啊 ，OK， 嚟。我講我唔大講我唔爸啊。我聽講，因為我嘅蛇真係少啊。伊是佢甲一種嘅
較出名嘅50年來嘅飛機嘅票去搶啊！然後因為有安尼款啊，有喺你寫安尼叫啊，伊就騙我媽講伊是迄個家庭嘅人啊。所以伊就甲伊交往了。然後伊淡薄無好啦，伊毋是講淡薄無好，真正無好啦，伊交我嘅爸10歲嘅時啊，伊就走了，伊有直接伊講伊走咯啊，伊講我出去買物件，伊就無對來。所以這是毋是5年啊，嗰時。9個，我安尼看到我媽特別。你爸幾啷？你爸？唔是講我爸呀，有4項囡仔。4項囡仔，所以我爸伊特別去迄個 orphanage 囡仔間迄邊大咯，因為伊無辦法過㗎了。你特別樣個，如果 still 有甲你爸邊嘅兄弟啊有聯絡啊？有啊，甲伊兄弟冇當今無啦，贏少啦。特別，咱無想講無聯絡無去啦，特別。唔是，伊是鬥講嘅啦。按照講，伊已經老了，迄個伊是。25年前出世啊，我講，伊是1890啊，1891年出世啊，伊是真係老啊，伊唔是拍迄個第二戰啊，伊是拍第一戰啊。你聽啊，你講啊。世界大戰後頭。是啊。所以伊我唔捌啊，我誒話講本是想啊，我話唔是講伊是想是歹人，伊是好人啊，特別伊本是我5歲啦，頭一道拄過伊啦，因為伊人住喺英國啊。對。所以我唔捌啊，伊人來帶我人嘅厝啦，然後伊人講。叫我做下面唔知啦，因為我關是聽爸母，特別無關是聽公媽啦。我就講，你下面人啊，叫我做物件啦。我唔知啦，我無關事咯。你個大家講啊嘛，係數啦。你下面人。我係講曉，我較識甲我嘅外公是我嘅外公我較識啦，因為我來講到啲拍戰嘅時日本兵拍死去咗，我嘅爸爸都甲3歲爾時，所以我嘅爸唔捌，我嘅爸本袂記我嘅伊嘅家己嘅爸是安怎款嘅，伊個會記我係厝一條嘅小英，我係講嘅小英是，我想到我講，我就是想到佢一條小英咯。即其實啊，我係爸甲我人淡薄像啊，我係講嘅款啊，伊個面，淡薄咯，即係淡薄我係目睭啊，目睭又像，淡薄啦。我個了唔知迄個講啊，我嘅媽啊，伊走了，伊學個了嘅小英就安怎講踢了。俾人踢花去啦，所以無啦，最無人知伊是安怎啦。好啦。你講別人咧，別人有咩講乜告訴我？有嘅。我係阿泰咧。豆嘅，你講我問講實到時講平時啦，成平時。Hello。講。我阿公講。我係我媽咧，搞阿公我阿媽咧是，豆嘅冇聲氣，豆嘅講句。我阿公阿媽搞我係外公外媽咧是 from China 過來嘅。and then China 我北京個我係泰媽。
我的媽得嗰邊係太媽。哦。特登我是 around 12歲阮啊。12歲，太媽咱叫咩做媽係？咱是叫做媽。那個是叫太媽本咯。做咯。做啦嚇。做咯嚇。Then 伊個性點上嘅是 around 90幾歲啊。90幾歲。有你，另外，你會記哦？我會記啊。你係，你還沒講。我係兩位阿公啊，已經冇了。OK。經冇了。我係外公個性那個我阿公個性。哦。我媽就出邊，我係外媽啦，我外媽是娘娘嚟嘛。แล้ว係你能知我大擺落普吉落海係，是喺邊過來啦？我媽傳好啊嘛，我講係普吉落海，結果 MAS 冇落海。有死啦！我媽係伊大擺伊只個辣大嘛，所以我過去時我就成日看到掉係咩啊 karma 就話。我就是個蝦兒嘛，我叫蝦，我夾自己幫叫阿媽，我喺度爸，老啦，多謝下的時我就就是個做人外媽就，你只出邊嘛，看到咧，識咁樣掉，當然佢掉一掉啊，死啊！所以佢哋就是外媽嚟啦，娘娘媽。但我細漢我係講媽，我係講一個咯。我係講嘅，即係細人我講一特咩叫我人叫我唔是叫我人叫我去買特麵可以，我這邊厝嗰邊有一單係，行去買可以特咩咋，買啊係一隻一喙兩喙你看啊，你喙你好話，然後我食真濟濟年迄個伊個雲吞麵，因為雲吞麵就無聊呀，一碗嘅麵，然後再攞粒嘅雲吞條。แล้วเทิงนะเนี่ยชาย有可能一條兩條呢6磅我真唔是叫多麵咩多麵啊特別是淡嘅啦湯嘅一隻湯嘅แล้วอี特別係喎อี特別係所以我特別去買佢就這年咗特別去買佢แล้ว一隻一喙下แล้ว好啊แล้วว่าจอนจอนจอน你講你媽是娘娘是唔是我是福建正啊你媽又講娘娘喎我媽冇講娘娘話，媽講檳城嘅福建話。所以冇講娘娘話啦，伊是檳城嘅娘娘啦，唔是馬來嘅娘娘。對，檳城嘅娘娘。所以請沙龍哦，是唔是？要請聖沙龍，請伊嘅半頓地沙龍。就告訴我嘅阿祖我是娘娘嘅。特別係馬來檳城嘅。伊是檳城嘅，特別到到厝裡請沙龍嘅北上龜。我媽冇白上過。伊白上過，所以人家煮嘅咖喱啊，不然那間嘅物件個煮啊，貴嘅即係你媽掛媽是嚟嗎？我係媽都會識，媽都會識叫掛嚟啊。掛媽掛，我係掛媽會識。你會記伊煮嘅物件？有嗰啲功夫 recipe 有barbecue 我係媽啦，所以冇煮 OK 啦，會使啦。你冇去學起來？冇啦，特別係你龜嘅啦，冇學啦，龜紅殼啦，龜娘娘龜有紅殼做啊。好啦。可能有時喊啲或者被講到知藝啊。即 respect 啊，我講講媽就是半講就知。因為講媽最好料嘅物件。你係講媽最，我講就搞出鵝泥，我講就知啦嘛。哎呦！我講是就做啦，哇！做鵝泥嘢咧杜巴啊，嘅大杜，哇！煮杜巴是就杜油，就胖嘅咧是煮鵝泥。好啦，我講啊，煮好嘅就係我油我對佢功夫。我係話講做啤酒啊，
所以家己嘅別啲所以家嘅 wine 搬啦。哇！呢樣係啲 blackberry 嚟咗咧。blackberry，呢是到底英國啊？喺英國我一定ได้我家己去搬啊。搬 blackberry。你話講嘅時候，你講時。我係講我話講咧，我成講話講先啦。我係話講你麻麻嘅嘛。對，我係話講是等咗半間自己小屋嘅後點嚟，係咯，伊是你麻嘅先生，係咯，你麻走到點自己自己小屋加車先先，我係話講叫做你麻當水。係咯，特別我係話講我應該有看過，特別我完全冇印象嘅，因為我。1、2歲點先，伊就過身嘅。我聽人講，聽我親戚、我姨甲舅講咧，我是困伫我外公嘅身軀頂面嘅，伊是抱着我，甲我佚佗了，伊過身嘅。呀！然後我嘅外媽咧是我毋捌看過，我外媽咧是伊誠早就過身嘅，伊毋講誠早啦，伫我還未出世前伊就過身嘅。係咯，伊過身咧，好是風險嘅，伊是無病無痛，風險過身嘅。所以我嘛，因為我厝內我講我外公甲外媽有7個囝兒啦，7個甲了其實有8個，特別頭一個咧是完全甲了人無感情嘅，因為頭一個出世無久就過身了嘅，所以接落來嘅7個咧甲了是唔知頭一個故事嘅，所以接落來本講甲其實7兄弟姊妹啦，其實是有8個嘅，咁我嘛是夾要第一細漢嘅咯，特別我嘛。1幾日前40幾日前過身啊嘛，我嘛是7個裏邊第細漢嘅，伊過身點先咧？我姨甲我舅就講，伊過身嘅款啊，聽我講了，甲我外媽過身嘅款是像，伊白等是像嘅。所以人驚講一個是一種嘅，按照講遺傳啊，人驚講一個是 inherit，我媽過身嘅白等有可能。身體裏邊是有病咧，所以我舅甲我姨當然特別去做 body check up 啦。伊是驚講有可能是 inherit 到 something 咧，我媽過身嘅款，甲我媽過身嘅款是像嘅啫，都是借掉啦，行業冇去嘅啫。所以有可能有來病是我唔知嘅咯。你媽幾歲？我媽61年，我媽1952年出世，伊還未生這個，所以伊應該是62歲啦。加少年呀，伊無病無痛，本伊風險無伊嘅。係了，我來講嘅來媽都較有淡薄故事啦。因為我來講因為我是伊就是講甲我上一個家庭嘅嘛，所以我來講來媽甲我親啊。特別我來講是我完全冇拄過，我來講60年代就過身嘅。係了，我來講有一個故事，我講出來 ，because 過咗幾年，因為應該是比較緊啦。我一落來想講我嘅厝啦，我嘅媽啦，我就想講伊近日有。兩個大波囝嚟咋，就是一個是我爸是細漢嘅咯，然後我一個伯咯，所以我就來想講有是兩個兄弟嚟，因為一落來我媽無甲我講這個故事嘅，到尾我甲想起我基地裏面個想起我媽有講幾淡薄，伊講有一個例子啊，伊講咗一個物件啦，我剛才講原來伊講掉佢個故事，我聽特別散㗎啦，而家就伊應該是有4個囡仔嚟嘅咋。伊4個囡仔咧，因為有2個咧是喺中國出世嘅，咧中國出世咧拍錢咁先帶回來，帶回來過後咧，我講伊狼狽，伊無工，伊可能盤頭路咧，伊無工做，後來我媽個破病個真係忝，呢是50年代嘅事嗰度，伊破病個真係忝咗。後來我講無類飼囝，無類過磅嘛，無啲老群厝嚟，我媽啲老群厝嚟。後來我講咧，就俾佢死咗，伊要帶囡仔去跳海，後來死一個去，有一個是死去嘅，所以我應該是有一個伯是過身去嘅，我應該有一個伯是死去嘅。你攞咁樣做，我係知，人哋講你講說，應該是我媽過身過後較知咗。你我之前抗3年，我去中國做工嘛，我去中國讀8年嘛，對唔對？我去到下暝啦，過後我就想講，阿無咱來找根咯，就是講 find the roots 啊，尋根啊，麼找根咯。佢我媽個幫大個厝啦，伊教因嘅厝，我就意思咯，對唔對？厝味咗，走去看我媽教因嘅經咯。我唔係講佢就係古堡啦，因為中國發展嘅安尼樣嘛，對唔對？係咯，我就去。
我隨到地址度，唔知幾有時前整啦，80年代咁時，我媽燒到長皮咗，迄個皮我媽幾先過嚟咧，你平時我燒咯，迄個皮哦，定個有寫地址咗，地址是真地條嘅地址啦，就是寫個嚟每擺不有嘅咗。迄個地址咧，我聽我嘅媽之前講過就是鄉下地址嘅咗，我咪對咗你地址。見每個同事咧，因為我冇識學招迄隻大路嘛，我同事伊度提我吹掉迄個地址，吹到佢哋地爆出嚟咗。然後我到規定嘅馬來西亞人嗰邊咧，特別去做工嘅，我儲備咯。因為我去中國冇估就，我去中國攞曬幾節嘅，所以我就未叫俾 explore 嘛，對唔對？去一套嘛，去隻巷咯，啊諗嘛去金邦隻巷咯，去教一個牛河，一等到只看過去咯，我咪坐巴士啦。坐巴士佢換4丁嘅巴士佢超過垃圾咗，然後佢坐van 件啦，接架金邦來邊嘅攞咗，你 imagine 當往期咁就係講礦山呢度，礦山已經是真正烏魯嘅所在喺度。你 imagine 30年代咁先啊，是唔是國家慘個？對，所以當今有 highway 往對面行攞曬點先去攞咗，伊古早舊嘅點先 from one 金邦到 another 金邦啊嗬。我imagine 規山真麻煩呢就，然後我就去到一條金邦咯，對條地址我吹掉迄一個金邦咗，迄個金邦咧嗬，往自己內面咧往，唔知除了往，你大講往去中國，你會驚講人卡路，驚人撈路累嘛，對唔對？伊就再講話路南洋過來，外地過來，人卡路嚟，我很少啦，唔係講我拍成話啦，特別熟悉是往驚本啊，對唔對？我去到啲金邦裏邊咧，我咪去吹咯，伊好水唔水好，吹掉已經吹咗。我除掉前最就是會做一就，你除掉啲地址啊，成咗係制除掉地址，除掉你紅梅擺，除掉前做咗，啊你話靠梅裏邊冇人咗，坑嘅就，啊你有地圖版坑嘅就，啊我就揾梅機俾出邊咯，我冇梅機俾咗，一攰到金邦市，我覺得一攰到金邦市真係 peaceful 嘅 village 就真係 peaceful 嘅金邦嘅就，有人嘅就行出行接嘅就，在菜上面啊，成咗係金邦。叫有時有飼雞啦，有在菜就係金邦嚟嘅就。真你去到嗰邊，你感覺到真係 peaceful 嘅就。特別你話嗰邊，因為我去到咁些時冷天啦 ，winter 啦，真係冷啦，真係寒。啊，我去到咧嗬。我哋喺你金邦位，我射嚟射去啦，我佢冇人因為嘛，裏邊坑啊，看冇人嘛，伊煤炭嗰度冚了嘛，我唔係幾百出邊講人，就係講幾百嘅事情啊，見到落位哦，網上會吹啊，幾百出邊人咪講就講我唔知，我唔捌嘅，我未曉，人覺得講啊，人講嗰時學潮話嚟，特別人我啊個菜對人講嘅物件啦，人近會曉講學潮話啦，人連華語都未曉講嘅，因為人冇即係嗰時冇睇佢寫，人未曉嘅，所以。人哋會隨少年家嚟講咧，少年家嚟講，我唔知啦，我未曉啦，我唔知啦，人走啦，咪做人啦。然後我就想到講，往呢邊土兩點鐘嘅嘢嗰陣，我咧冇人出來未足話啊，我土兩點鐘啦，我講阿冇耍啦，人去到對去島 area 去食飯啊，對下暝去啦。係咯，後尾咧嗬，我就想到講。咱安尼講可來搞咗，咱袂者好，咱I mean，往時有一項物件我冇講，就是我冇講往時係人，所以金邦嘅人咧，嗬，伊唔係甲我講話咗，伊直接講我唔捌啦，唔知啦，未曉啦。我代表我就冇辦法啦，講根本未走啦嘛，傻啦，咪見到根本走講，咪見到往有緣嘅時候，我就佢嚟啦，往其實是馬來西亞過來嘅，往時人嘅親戚嚟，一聽到馬來西亞呢，伊就往等咗。哦，我就落買走個。我叫村長嚟，佢都講話，你叫金邦東湖嚟，村長嚟，東湖路嚇，東湖路叫，你講話攞單隻，東湖路搭卡車嚟，一東湖路搭卡車嚟，好啦，東湖路車嚟，要笑佢，一搭卡車係啲笑嘅教育嘅人嚟，所以讀佢車，所以不字伊曉講話嘅人嚟，特別不是食 community 啦，然後伊就講學，攞馬來西亞嚟嘅時候，揸住聲啦，如果講馬來西亞嚟。基表出邊無何路在人嘅 whereabout 嘅，人驚講攏是來對笑啊，嚟作亂嘅啫。因為我又唔知攏是就最關嘅成分啊，攏係關嘅成分啊，我都唔知講攏是蝦米所在嚟嘅，對唔對？所以我淨係講馬來西亞呢，我就知啦。因為自己口就是去馬來西亞嘅。係咯，一講起咧，嗬，基表出邊有一個案例啦，40幾90歲嘅啫。我介講起我講馬來事啦，一知咗。冇聯絡幾十年咗咗，伊講伊講基表處是有人落南洋
落番去到南洋做工了，唔捌點嚟過嘅，伊知有安尼人咗。係咧，伊講我媽甲我講咧，嗬，傳落嚟囡仔去。係咯，我甲我講就奇怪，我就講電視有落嚟囡仔，我其實就講我白一人時啲就學出線咩？係咯，伊就講有落嚟囡仔啦，輕輕就是傳落嚟囡仔去嘅，冇可能啦，我冇落網，我知落嚟囡仔。係咯，我就記了心裏面講有落嚟囡仔咩？你奇怪嘅啫。係咯，伊就講嗬，你等陣，我在自己口嘅人哋度落位。係咯，自己口嘅人咧嗬，伊度古仔去帶伊過來，另外一頂嘅卡車嗰度帶入來啦。迄一間厝嘅主人咧嗬，是我捌拄過嘅，特別我講名過後咧，伊講嗬，哎呀，我知攏是最啦，你就是嘟嘟孫啊，應該是講嚇是咯，係咯，伊就講起故事，講起講古早走嘅東西咯嗬，講我講媽嘅故事，即係嚟講嘅嚟媽，成換嘢啦，係咯 ，shit， 兩仔我成換嘛嗬 ，OK，anyway， 係咯，係咯，有度講。用嘅公媽走嘅點聲是唔嘢傳落嚟大步鏡走嘅，係咯，我講媽媽是有講過，我講啦，我講就聽過幾樣節目嘅，我講就講，媽媽有講過落嚟大步鏡，但係我一落嚟唔拄過，我講都唔拄過咗，所以我甲下尾甲再講，迄個故事就是因為人講起了，係咯，我想起阿媽講過跳海啊，講過攀白啊，之落嚟無邏輯唔嘅，suddenly 有邏輯嘅啫。我咧就是我媽攀白嗰陣時啊，一啲南洋攀白了，伊個袂對嚟啊，你去隔壁你就無你食飯啊，你安怎去吹你對定線對唔對？伊袂對咯，我媽攀白甲袂死咗，根本就冇死啊！你入路往加一步就拖落去咧就。我講就係講我媽死了袂記咧就，伊走去傳見他跳海就。係咯，一個驚死去咯。係啦，過嚟個一個咧嗬，叫對嚟啦，佢叫對嚟我唔知人安怎去 handle 啦，面你當時上去你本身唔對唔對？我唔知跟古仔人怎 handle 噶。伊叫對嚟過後咧，有一個查某囝咧，伊上河人去飼，所以我有一個歌咧嗬，是查某囝啦，是住喺香港嘅，特別我唔捌拄過嘅。迄個是我親嘅歌嚟嘅，係了我嘅白嚇死去嘅就叫咧本是親嘅，但係我本是唔捌拄過嘅，所以有一個是死去啊，跳海死去啊，有一個是冇辦法了上河人飼，係啦，迄個人咧嗬，所以 migrate 去香港去，所以有一個歌是去香港嘅，係咯，傳落嚟打波。你這個歌，我係一個歌咧嗬是 adopted 嘅。伊是第孝順嘅，伊是第驚孝嘅，特別伊唔是親生。是，但係我講節目嘅都嗰邊咧嚇，即係夠潮嘅一個歌咧嗬，伊是橋對嚟治嘅，第二隻夠做鬼，伊是橋對嚟治嘅，特別伊是第驚孝，第有心嘅。伊是因為馬來西亞嘅時間。啊，對伊就是馬來西亞嘅東西，我講是馬來西亞人嚟講係冇曬嘅，所以伊是嚇，伊就是本地這邊橋對嚟治嘅，所以伊真係感恩嘅。係了，伊唔知家己爸媽係做嘢，我真係講唔知。係咯，我講嘅媽故事咧，就是安尼款接落嚟咯嗬。我咧有一個故事咧是講，而家是講幾個嘅冇咩關係啦，特別我講埋落去啦嚇。我是幾個嘅特別時間講。冇，特別冇恐怖嘅，冇恐怖嘅。伊唔是講幾個故事咧，是我細細漢嘅東西啦，唔是講細漢啦，我差不多有讀過中學畢業過後啦，我出嚟做工嗰陣啦，唔係出嚟做工個中學畢業嘅東西，我媽就常常同我講，伊白刀嗬。伊過先咁聲，比賽，因為一世人不是穿娘娘衫，因為伊大啲馬來西亞，伊是對別人揀嘅攞去咗。伊是做娘娘只，講娘娘係學嘅話嘅啫，因為伊家己本身唔是講學嘅話人嘅啫，特別伊學嘅話比我更國家成百國家搞嘅啫，因為伊就是派名嘛，因為做工嘛，做人嘅查某囝啊，所以伊變做伊接人娘娘嘅定入邊做查某囝啊，伊學。讓人講嘅學嘅話，伊是邊個學嘅話準嘅啫，你聽唔出伊是中國嚟嘅啫。準嘅，係咧，伊個青蛙，係咧，有陣時白生龜，係咧，伊是娘娘款嘅啫，伊對到伊古仔嘅 boss 白等嘢啫。伊今日拍工嘛，係咯，伊個講嗬，伊前一世人嘅娘娘衫啦，伊未變咧啫，伊未換咧啫，特別講死點解大人問佢穿娘娘衫，因為伊唔去換那咁薄，所以我就係當時我就聽係講一個物件咧講。你總之咧，我死咧過後咧，你唔係學我穿雲南衫，我係穿鄧郎衫，你俾中國衫學我穿。你講我係對鄧衫，我講 OK 好，我演你咯，後面老人家講笑嘛。係咯，接落嚟咧，我看到攞刀，
喂媽半暝3更啦，3、4點樣，4、5點啦，4、5點樣天無光個，特別無講真正暗暝有淡薄白白，係咯，因為厝外口不有路燈啦，所以外口是真光嘅。伊紅一半暝3更白起來嘅咋，係咧一隨啲黏燈黏曬，因為我個厝是講福建話嘅海南話，我唔係講福州話。所以我媽會曉講福州話，伊福州話真正搞嘅，特別伊唔捌教我講嘅，所以我袂曉聽嘅。伊走去藤鴨位看，藤鴨往3樓咋，所以冇可能有人企喺藤鴨國口，冇可能嘅。所以在藤鴨國口，伊個人講福州話咋。係咯，我聽係伊個人講慢得快咋。哦，慢得快。伊個人講慢得快，等一下咋。我阿個猜到意思咧，我唔問過伊啦。我問伊有一道，特別伊唔教我講，伊講冇啦，你做飯啦。伊講伊。無啦，無喺度數。特別我係人，我看到伊半暝3更爬起來，咧見去藤鴨位去講講話咋，講福州話咋，講攞刀咋，係咯接落來咧嗬，伊阿未歸先整咧嗬，我做飯嗰咋，迄個是我去中國過後嘅時啊，我喺中國嘅當時咧嗬，我做飯忙掉，迄兩時阿未，我媽歸先過後，我去中國3個月過嚟啦，我媽歸先過後咧，往家去福州找金邦嘅。所以我哋中國做工嘅時候咧，我忙掉有一日，我媽看到我嘅手，伊行去，伊帶我去一個所在，就講我要去找人。我知講伊無甲我講話，規場是規日飯咧，伊無甲我講話，伊是甲我講我要去找人嘅。我知講伊是甲我白白去找人嘅，我家手白白去行。後來我行到頭前，我看到頭前嗰是一大片嘅山，隔了本是flat 嘅咋，隔了是。真大片嘅 flat 嘅厝嚟咋，規個山加了是 flat 嘅厝啊，真正大片嚟咋。係咯，我咪去樓梯一樓行咯，我行只久咗無穿嘅，特別直直行，係啦，一個去開門咋，我規日飯裏面是個人開門嘅咋，開門咧看，伊講唔是，開門了唔是，伊直直講唔是唔對咋。我今日去到有一間厝啊，我就開啊，有一個大波坐啲內邊嘅咋，迄大波真老嘅。係咯，冇咩頭毛嘅，伊面啊真係惡嘅，伊坐喺啲裏邊，我媽講死了，掉了，係咯，我媽行入去咧嗬，企喺邊啊位啊，一手叫我走咗，係咯，我就聽起嚟咗，佢當時我是唔知是住嘅，係咯，我就 describe 後尾歌聽啊，係咯，我哥教我講，佢是阿公嚟，係咯，佢後咧嗬，佢我個上去。我房裏邊看到嘅所在嗬，是龍尾山規片嘅 flat 嚟，因為我講是喺啲龍尾山位嘅，所以應該就是我講未錯，我媽走啦，計無久呢，我媽就航險歸線啦，因為我歸線唔是真係 peaceful 嘅，真 peaceful 嘅，無病無痛，本航險困了，請起來講，我食飽未啊？一直食飽咧就，伊用我病起來甲我媽講，我食飽未？我媽講有啊嘛，都食了嘛，講食了就好啦，後來伊就。佢就困到斷咯，困到啲鬼後，伊是下晡斷咗，下晡斷困啊！冇唔是下晡啱暝斷，伊困咧嗬，伊就無請咗就，無人再講伊困咗，伊困咧，只後尾陣時看阿媽困喺啲鼓咧，伊殺伊啊，叫伊啊，伊無請啦，所以伊是只 peaceful 啲無去嘅，所以這是我講我媽嘅故事咯，所以我感覺我媽是真正，伊是真正strong 嘅一人，安怎講？伊囝無去，甲伊查某囝可能。上走去香港啊，伊捌喺面前講過㗎。哦，我只講。所以伊真正嘅笑啲事，伊捌講過。尤其是 immigrant 啊，我搬到啲中國嚟度來時，樣笑佢就一佢樣是無甲人講嘅，愛講嘛。對啊。係咯，我看伊舊時舊嘅點時，我看到伊舊嘅所在，哇，真正響！而且我去到迄個金邦嘅時候，我未講我未淨講是生碗嘅，伊講你目睭咧，我佢講咧生碗嘅，係啊，伊佢講我嚟講食碗嘅，所以我講起我嘅厝嘅故事咯，講嚟講去，你媽是外省人嚟，你媽是生另外一個省，我知我媽生咩啊？係咯，我講我媽嘅名，你講我知，都是嚟金邦，所以伊生碗嘅金邦，佢個生老嘅金邦啊。當劍啦，花車咧，不用花車咁正嘅搞咗，佢一山落嚟咗，喺度起有路，我哋上嚟一股仔舊嘅東西唔可以跟過嚟。哇！伊是一個山加另外一個山，係啦，佢有產，係啦，佢有膠，係啦，佢有股嗰啲財產，你就當劍佢有咗，你唔係將股仔落響嘅，因舊嘅東西落大樹咗。係啦，我媽講過一舊嘅東西，有陣時整起嚟大紅花膠嘅，跟過嚟嘅。一出嘅東西是正。大紅花橋咯，一出嘅咁，出嘅東西是其實是正風光嘅，actually。
哦，诶，是，咁我成 OK，即是你媽是個一家接佢哋有嘢 family 啊。對，因為我講嘅 family 是讀過冊嘅，攤到嘢。哦。係啦，我媽是真正巧，真無類嘢，所以伊是嫁後我講比我媽大18歲，我媽18歲時嫁後我講36歲。哦。36歲一個無保嘛，36歲我講阿媽唔係見佢面嘅啫。伊36歲咧，佢娶無保咗，所以人哋安排一個查某囡仔嫁互伊咗。然後我媽就是你查某囡仔咯，嫁咧啊，舊年迄隻名甲看到一年嚟咯。哦，係啦，定到人啊。對啊。我會記我媽講嘅，我未記得知喎。誒，你好就你是隨着你可能你定到講。對啊。Because 啊，有人咪講啊，一時陣冇講啊，就是你故事本冇去啊，出嚟故事啊。有你唔是講。樣嘅效應啊，我跳掉佢啦嘛，伊古早後邊想真正一張，佢為頭一道來點先 passport 緊咧有啲㗎啦就。哦，哇！40年代你真正係你都video都被拍下照嘅你 passport 啊，隔了伊效應啊，隔了伊 certificate 啊，隔了你阿摩字啊 British 點先，隔了有啲㗎啦。哦，喲，我只派除掉，安尼，แล้ว我覺得正一個情況啦，除掉你可能歷史下，我講話是特別每位爸每位媽你講數啊，因為是冇咩知，定係唔知啦，我爸嘛是唔知嘅。唔知有你唔知，你講你是我人家己講唔知是伊人唔知，還是伊人咪講？我唔捌看過，我係講嘅，你知哦，我係爸。我小英本唔捌看過。哦，你唔捌看過你講啊？你這是哪講？無小英，了我爸見爸女70幾歲啊咯，我爸12歲，伊就過身了嘛。啊。了無咯，就是無小英咯。我媽，伊講伊嫁入來本唔捌看過，我係講嘅唔捌看過，因為嫁入來時我講就40幾年啊嘛。伊講小英本無嘅喎，特別再講伊是甲阿毛人拍工嘅。Hello， 吉波子，你聽到啊？啊，吉波子。你聽到南西嘅聲啦嘛？啊，聽到。啊 ，OK， 你等陣南西講嘅時候，教你講啊。啊，係使。了唔知伊是是唔是中國來，本唔知，我爸母無講。了伊是第幾代，特別我阿甲伊應該是本是本領出世嘅啦，因為有我祖嘅幫喎，本領。伊就講我係講嘅爸媽嗰種幫樣嘅幫嗬，樣嘅幫本是本領嘅喎。哦。可能係是講。攏知攏會講，幹媽名。我點解知我未講，我未記，特別我係外講我知，因為我係來講有影是真早死啊，我唔知咯就。有個我爸個頭毛斜啫，了咯。哦。我爸我係直個頭毛斜，所以唔知咯。了我係外講我知啦，我講我知。哦。你攞快講下個事。攞別人知攞嚟講嚟媽名哦。知，幾了知。哦，係，有啲人知的，我當時我看一個即是阿弟哥是什麼每人講你講媽名，哎唔知喎，特別叫阿公啊，唔知名。我係公媽，我就知影，但我阿祖就唔知影。阿祖。我點解我會記我係講嘅，我嚟講咩名？我爸女上濟年啊，我未記起啊，我也未記，我細漢我知。因為我成時冇咩知，但我想講我係媽名，我係媽，哎呦，我媽名，我係媽係真是真咯，你對面落點咧就一目睭啊，第一隻喙啊，面叫啊，字啊，真呀，真啊是真啊，你落點咧伊第一隻目睭咧，第一隻喙啊，就日 OK， 一隻真。問下農呀，真係唔真何嘅真啊？曾志偉嘅真啊？曾志偉真，唔是曾志偉，伊講嘅是應該是曾依林嘅真。唔是曾依林嘅真，伊唔是迄個啊，伊是頂面嘅底，伊字是頂面嘅底。這是日應該是曾志偉真嚇對，喂媽真係咩啊？哦，曾志偉真剛剛。真係咩壞啊咩？真水花，我未記我打對我俾吹棒嘅時候，應該佢係知名上。
แล้ว我講我講咩咪我唔知喎，我特別得寫起來啊！我嚟講，我外公我就知啦，我外公是教我只識嘅嘛，一個只出名嘛，咩羅本波就大家知咩羅本波，劉文波呢邊就，แล้ว我外媽名做叫咩真呢？我外媽個是真，是我夠啦咯。夠兩輪啊，John。我就乜叫阿媽啫嘛？我媽，我要睡記，我當然未記啊！你問潮啊，啊，即係南西呢我覺得阿媽有聽嘅。我教你上門，我是未記啊，教你講。你當見講起來，我對於我特別寫起來啊！我想教我係做較淺喎 ，actually， 我唔是教我係講教我係媽淺喎，我係做應該教我大，因為我係講師性嘛，我係國講。哦。然後我係做，我係做了嘛，我係國講國媽師性，然後我係做啦，我能講嘛，所以我教我係做較淺啦。哦。幾年啦，因為我哋喺日本了，有一下來，所講我規日我伊愛食蝦米啦，伊愛做蝦米，甲了我鬥卡手伊，所以我甲伊較親咯。我係外公是教油紙巴的。哦。所以頂擺細漢我規日去油紙巴，去伊厝油紙巴小的，有影伊厝影是阿公的厝，就是頭前一條江，了會使了有銅沙裂的。哦。了了阿妹是有飼羊。了有飼只，啲巴里本達，哦，個 N 啊個 N， 伊是巴里本達加個 N 檔啊個 N 呢邊噶，同時都是個 N 啦。然後伊了有飼只狗，個狗是拉布拉多嚟，狗吼就出邊嘅，狗啊6點下晡過6點吼，會曉去趕下啲羊對魚，然後出邊嘅，了無電視機咯，我特登去邊架大嘛，阿妹，我過大邊架，了我無讀冊，我過去啊。無電視機咯，有影時間了8點困嘅，就跑回困嘅，聽 radio 了。就爽嘅了，下晡就去獵湖，去阿妹看老狗。有個老狗。阿妹有老狗了，有阿達子，迄個阿達章啊。哦，講你去嘢啦，播啦藤人嘅阿達子啊。了食嘅阿達章，伊有阿達子嘅嘛，會使釣來食嘅，老狗規日釣來食嘅。有冇上個人嘅阿達子？我講阿達子是你潮靈，你哦冇，你唔是阿達子，你係潮靈子。sorry。阿 John 你本來啊，係咪是？我叫迄個葉子來食，叫葉子來切動物，了動物伊個啥有葉可能嘛，了烏迄個白色嘅葉可來食。了伊頂擺伊大過，你有講過嘛？伊頂擺大，迄間有一間是番仔厝嘅啊，四季卡嘅啊。鋪卡樓。鋪卡樓啊，我嘛是講有看到囡仔嘅嘛是迄邊架咯。我就細漢看囡仔嘛是伊間厝看到啦，了所以搬去另外一間較無爾嘛，頂擺間也濟咯。無啊，我講早細漢本走啊，了，因為我講是我媽。即個媽是第二個媽生伊來嘅，我係大媽走去啊嘛。哦。了所尾較近啊，真濟年啊，10幾歲才來近，講即個才是我嘅媽，迄個唔是我嘅媽。blah。了較再講原來是頂擺我係親生媽走去了，了還有兩個阿姨，傳落嚟伊走了，大漢了較再過來，還有兩個阿姨喎。一路叫吹掉。伊小妹有吹，你就講小妹有聯絡對，特別我呾唔知是蝦米，我媽就咪講嘛。伊講去吹一間阿媽呢，了去到迄邊架了坐落來，了過來叫伊做阿媽，了我人就不樂意啊嘛。迄間阿媽唔是阿妹咩，我一道來叫伊間阿媽，了即間阿媽是蝦米阿媽？了小妹，啊那了嘛無講姐姐啊，小妹對厝咧甲講。伊細漢嘅時，伊就帶兩個查甫囝走去了。了我嘛無帶迄嘛走，無帶小弟個了走。所以10幾歲過來見咯，過來知哦，我親生媽是即個。出邊啊，看你。真多對哦，你看咯。
然後上尾伊慢走嘅囝啊，伊上尾第一慢幾時呢？我20幾歲伊甲幾時？甲咱幾時呢？我早我講啊幾時呢？伊是上尾囝幾時？我想我細細漢就無咯，我4、5歲時，我其實攏知我講是日本拍戰嘅時已經死啊嘛，是未杜拜嘅，未杜拜，然後我只是我聽我個人會記講我媽講嘅故事啦，即個是聽好呐。然後伊講我講是未杜拜，然後唔知到對條來嘅事，我唔知死到倒落本啊，我特別去問看，因特擺我想，我細漢時聽伊故事啊，我頭腦是上加講是特別我 fetish 八邊特別唔知有影冇影啦。然後伊未杜拜了，讓日本兵來啊嘅時候，伊會殺掉伊大隊來咯。了破特別破日本兵拍死去到啲迄個，根本佢除掉伊身軀。then 我媽，都係你是我講貴先貴啊，只早就貴先咧。我講你話883歲呢，然後是貴了我所以就無人知你講咯，冇咩白咯。我媽來媽到是我5歲時死。了隔一年6歲時，我係外媽死。然後我來講呢度教我較識咯。我來講到我差唔多16歲時啊，15歲時16歲時嘅貴先。我講根本夠唔知90歲啊，89歲還是90歲我講。然後我講就好了，我講伊只夠做茶工嘅咋。然後伊個會曉做小嘅，頂到時。然後伊做茶工咧，所以伊到底但就冇啱邊嗬，伊是專門是去教人即個伊是做小，伊個工是做小，到店位做小，特別伊個會曉做茶工咧，因為你獵虎嘅人嗬，有叫伊去叫我講去教人修理嘅波要準啊，人獵虎對哪一時要準啊，是唔好時嘅波嗱咯。了所以做茶工咯，即係細漢嘅時候，我等啊小學嘅時候特別做啲 cake 物件嘅時候，我叫我講我做。我係叫小學嘅時，要叫咧做一啲幫人 cake 物件咯，我係叫，那我做。我會記啊，我做啊嘛造型啊，做咩造型啊？做造型啊，我因為伊嘅 measurement 無咩啊？無咁咯，是啦。你我講就咁做了咯，所以我春我講到底我16歲時，伊過身了我都無講嘛咯，還是去。當然講個講嘛，講個講嘛個當劍。我個兩位阿媽。兩位阿媽。即個福建。我係外公個啲。tapi 我外媽咧，伊唔是歸先啦，伊是 because 我馬來西亞是甲我外公 separated 啊。哦。所以到當伊知我人唔捌看過，我人個外媽安怎？tapi 我人知伊名啦 ，because 我媽有甲我講伊名，伊對一個 Australian 去教員去 Australia 大咗。because 我拍時我冇路6、7歲，嚇嗱得伊甲對人走啊嘛，對別人走啊嘛。是。所以我是有外公嘅咯。OK， 有外公。都來講，個地來講，等於大雙邦甲我爸母大。我來媽冇路 last 2 year 歸先呀。是。咩事啊？咩怪幾歲？你20幾歲啦？就是。當年話咩？當今你23歲 ，OK。你咩？我是16歲，15、16歲，16歲哦。你邊個時候嚟到未結幾年啦？15、16歲時到我係第後尾一個講到歸先嘅咯。你有 miss 人嘅阿公阿媽無？I mean，頂到是有啊 ，because 我係講甲我怪識嘛，我就講我特特咩 every single night 無 miss 我特別去買麵互伊食嘛。我 miss 我係做，我到近日本 miss 我係做。所以伊有影是一件 icon 嚟咯，就查某做啦。伊是 Dynasty Chang 嘅人嚟，因為伊20幾年前啊，伊是90幾歲啊嘛。
So 伊是 from Dynasty Chang， 伊讲伊是清朝人啊，伊个哥吼，伊有兄弟个咯，特别兄弟吼，甲了互日本人杀死个了咯。哦。迄个 Second War 个时杀死个了，伊讲安怎死法咧？就是钉伊人伫迄个钉伊人伫板位，了人个手吼用铁钉人死，拍一头死。哟。所以伊剩伊一个查某囝咯。哦。安尼看咯，伊是有兄弟个，伊甲我。甲你讲下。我祖。哦，你祖甲你讲个啦，即你。我祖甲讲，我祖是有影，因为伊90几岁嘛，伊90几年是92、3年，无啊80几年啊，86、7年的是，伊90几岁喎，迄是80几年90几岁，了嘛是，你随到对伊岁声嘛是 Dynasty Chang 嘅人咯，嗰時係咪？我阿祖嘛同款，我阿祖白開嘛。啊，白開。白開，and then 那點解雖然見到咁時候，那錢拖，所以拖嘛，所以就不是錢拖不正確嘅。了我阿祖頭嘅錢拖。我方面知真正濟日本人拍錢嘅物件了咯，伊甲我講真濟啊。哦。養迄時間人有影是大隻食糜食鹹類爾，所以食飯爾嗰度。哦。養無想往白路哦，強食披薩，了嘛在食 KFC， 了後食 spaghetti 哦，你嘛，養無影是我講我是食白糜夾安類，啊是有當時伊有啊豆珠啊哦豆珠糊啊豆豉糊啊，你看你啊了腐魚嗰啲迄個豆腐，迄個豆珠豆珠呢？葫蘆啊，唔知人講係咪叫咩葫蘆啊？個表哦，係咪人知啦？龍知啊？你快啲講啊，龍。啊是豆珠啊，叫豆珠。魚叫咩啊？龍講。腐咩？腐魚咪是豆珠唔是啊？腐魚咪是豆珠？你係福建話？豆珠啦。豆珠啊？豆珠咩？丁字糊啊？豆腐魚嘛？講到啊，丁字係咪蘑菇有講到，吉唔是豆珠嘅，伊講。豆膜啊？腐魚啊是。腐魚啊係咪豆嘅講到咁？腐魚啊。腐魚是唔是？腐魚。唔是叫豆珠嘅，我係見。講未？豆嘅講未？腐魚。腐魚啊！腐魚迄個攞嚟字就是豆珠啊，就腐魚迄個腐是豆腐嘅腐啊嘛，是豆咯。係咯，魚咪是豬咯。豬就是魚。哦，豆珠。而家夾唔是一個話題豬腳咧。OK， 妙。OK， 妙。然後豆珠，還沒聲啊，就這樣，masak，叮當叮。แล้วโอเค他們是打差唔多，特別我被叫迄個吉布茲講話伊講嘅嘛。我講話講嘅嘛。我迄節我 last round 我講過我講嘅嘛，我講波棒嘛，波棒講係食咩物件嘛。對，跟住邊個上司？ There'll be a few more stories about that 啦 ，but then 我講啦，伊是中國過來嘅，so 伊是聽下講啦，因為我是潮州人嘛，我是潮州人，所以我能喺頭，伊度走，伊是啱啱好度人所講共產黨啦。所以我聽講我係咗，係咯。你冇咩 connection， 冇咩好笑，你到底得咯？你喺嗰邊呀？我到咗。哦，你 connection 冇咩好笑呢 ？OK。咁你聽到？誒，你用你 phone 呀 ？OK，so 我。但係 Skype 嘅聲都冇咩聽明。So OK， 一個多啲嚟講，比如咁配啲，咁配啲哦。So 伊是地主來，伊那個
叫做通常爬入嚟嘅時，所以規個口就係咪咯，就走咯。所以為春為做工了，為有啥嚟做媽嘛，所以啥嚟冇嘛，所以為做工嘅攞嚟幫就學工廠大業咗，แล้วจะ做อะไรที่เป็นที่啦。แล้ว為 grandfather 因為伊大上海，所以伊就自轉走落嚟啊咯，佢走嚟到這邊家庭咯，一齊慢慢走，佢哋 Malaysia 嚟走咯，伊大家車本，แล้ว落去係檳城แล้ว落去吉隆坡咯。家咩物件？你吉隆坡人玩咯，伊負責嘅應該是個 Chinese 咯，然後伊後尾做後調咯。哦，所以話kita G2 嗰邊是做後調嘅咯。哦 ，OK。所以แล้ว後尾伊後尾過咗一年過後，伊 mother 就是為第三嚟做媽，就可以傳回來這邊咯。我聽講咧，為佢嚟做媽哦，伊貨一年啦邊啦，伊根本唔敢講話。แล้วอี唔กล้าจะแค่นั่งเจอตัวพังเก่ง做咩事咧？呢個應該是學你communist 學讀咯。嗰個就破單啊！ห้า破單咁咯。แล้ว為媽啦，聽講啦，因為能講出來為咁呢嘅就係話了啦。為媽咧，古仔是。那個做也是connection 冇咪好，你 connection 冇咪好事喎，你 WiFi 冇咪好事啊？做你 Skype 我哋聽淡薄冇淡薄，然後一啲，成個貴呢？冇咪聽到，啲對。Hello。啲對。冇咪聽到啊？我哋開嚟晒哦，你同意啦？你講嘛？OK。I think 是你 connection 啊，你 WiFi connection。WiFi 冇好事啦，啱嘅。你我你 WiFi 即合無，你問啲啲較好嘢，其實我你 WiFi 合。我當然 directly underneath my router。好，佢 try 過。咁變咗我用 phone connection 咯。啲淡薄冇咩好事 connection。其實你去悄悄一看到對嚟講過，你我係裝哦。你講你裝就我去幫助。幫助對，我係裝哦，意思哦，一般係等我嘅老細哦。我意思伊唔是教我大啲正啊嘛，所以 before 伊 IC 咯。早起伊就有事了，我就接到電話叫我對伊啊嘛，所以7點幾下晡對伊哦，伊就等咯，actually 伊愛對去啊，伊愛走啊喂，伊等到我對伊，我看伊一百爾，伊看到我過了，差唔多15分鐘可伊就走了。你冇人講話，我一人講話咧。有咩嘢？伊係等到伊點樣一邊咯？咩？等到上一邊咯？等我一邊咯。而家對，看掉意思啊！我介意換衫，我介意浸水做㗎了，我做。冇人敢同意。做咩解？私人嘛，我教我唔係做咩，我就是教我唔係，我唔知吧，咪都叫我做到對，我唔知教唔教啦。定晚有影我16歲呢，意思。我16歲呢，我計學生，計伊切身軀㗎了，陽光伊啲學校聽班當觀察來。我冇冇驚啊。我的father 點聲不是叫個人做個了，然後甲愛啲觀察點曬該切嘢情況乜嘢咯？該切了。
因為我家浸水關事啊嘛，頂擺伊，因為我家切身軀家浸水，了伊個腰骨痛，了伊風濕咗了，我家伊做煮藥啦，了家伊切嗰啲薑棒酒，家伊擸伊身軀啦，了我做。Maybe the used to eat out so the 無咩驚咯。老細啊，老細你嘅做乜是講廣東話啊？伊是講成靈，唔是成靈，伊是高州人。高州人話成咗，你有高州是，我有聽，特別我有聽。你跟你媽講咩話？講廣府話，嗰種是講廣府話，特別伊嘅廣府話是無咩像嘅啊。你迄種伊講是你去悉尼啊。哦。我廣府人是講你去邊度嘛？即係是你去悉尼啊。你講高州啦。高州，高州的啊，哇這是較我更西嘅迄邊啦。我是高州啦，伊是沙丁啊迄邊，是唔是客人嚟？有客人本啊，特別迄邊嘅客人，我捌聽伊人講啊，伊人講嘅客話就像個新寧話，你講啊？哦。close 新寧話本嚟，假像新寧話。我這邊舊有一間 KL 啦，有一間是食高州菜嘅都就。伊是食高州菜。我唔知本來這邊本有高州嘅人啊。我是 quarter of it 啦，高州人。高州，等下講下這間係咪介位無對哪個都別。你嘅報紙無 join Google Plus 咩？對。嘅報紙無 join Google Plus 唔知。你 Skype 啊？咯。OK，然後等於小大聲啊！我會教人講一號嚟變領白啊！有當叫咩 website 已經是硬當當咧嚇，話做你。我愛去特別。John 係你 poster 都自己做呀 ，John。嚇對。自己做呀。都比較少。哦，感謝。做時間咧，我唔話 poster 自己做呀。嗰時候水啊。因為特別咯，特別咯，嘅 poster。John 到底是自己做啦，伊做咩工嘅？唔是自己做就慘咗咯。做 web design 嗰時。真係是做 designing 嘅人嚟嘛？係差不多一模一樣嘅。做奇怪咯。我是講聽，OK，我咪講你這個，當我是嗰時去教黑邊嘅時，伊個上去我講佢講 poster inspiration 係咪？有 inspiration 咗呀！哇！嗰時你做下時候，我幾日我教時嘅時我講 explain 俾人聽。阿龍你咪 mute 掉。本嚟嘅嚇，KL 嘅問別記無來本啊！講好1點半鐘嘅 The Cube Starbucks。對。入切好。Nam Sai，jalan lunch ke asyik berjalan ke？我就講咧，食 lunch 去，無食 lunch 呢邊又食過邊包，無差，問叫我去拍包咪我忘記啊。去打包食落地哦。誒，我唔講啊。食落地，食 donuts。食餅乾。特級。就會見27號啊，27號。來無來本無夾牌嘅，講真嘅近下劇，近呢劇。咗27號都叫咩？來無來本無夾牌啊！這幾啦，等陣有個一人 call 我是幾句？這是幾句？應該是菜單媽，應該是啊。菜單媽 call 啊？我唔講啊。幾句叫 Patricia 這是 Patricia。Hello。就會見27號啊？你講下乜話？來無無夾牌嘅。你是。就我聽到一個誒。你是幾句 Patricia？你是幾句 ？Yes, this is me. 你是幾句？呀。我知你是幾句，你講乜話？我炒緊嘅，我成日炒豆腐咗我，要炒飯。
Patricia. Hi. Do you speak Hokkien? Yes. Okay, Lucy 講 Hokkien 話 please. Hello. Hà, Lucy John á, lúc bắt lại cửa đánh đáo. Yeah, what? Sorry. What? Duarte, Colorado? Hà, nếu Lucy 頭次班嚟嗬? Yes. Oh, 歡迎歡迎. What's that? What does that mean? 哎呦，歡迎是 welcome. Oh. 下面嘅波是唔是大兵？是唔是？唔是大兵嘅波啦。大兵嗰是 Colorado 嘛？是唔是？人啊，冇，是 Denver。冇 Colorado 還是 ？Colorado 嘅大兵冇大兵嘅波是越南查某啊嘛，冇係就是哦 ，Colorado。啊，係咯。你，等陣我咪問你啫，你是幾時聽起嘅邊個嘅？Actually, 真正酷了 ，like over a year. Oh, okay, 真厲害嘅。Yeah, but then我always 冇 time, you know. Then today 我 really tried. 我 try 啲 Google Hangout 俾。哦，俾接。Yeah. OK，嗱，希望你畫面咪就咩？你就特別幫叫隻畫面嘛？你咪就咩？What up to you 啦？你做啦，你。喲，你呀！你學阿俊學啲畫面是屌嘅啊，next time。你知乜畫面就係咩嘛？你阿菜。冇啦，得啦，錯咩？你成日特別死痕，你是特別撚出事哦。我到檳城出事 yes。你到檳城出事，你。有到啲 KL，but then 可能到 Colorado 啦。你到啲 K， 冇你到啲檳城嘅事，你幾歲啊？家去 KL 幾歲？家去？真正細漢 ，I think like 12歲。哦，12歲。你到啲我等嘅時，他沒有等，領導時候。我讀English school 啊。他沒有等，檳城嘅呀。我被去了。No, I studied in KL. 哦 ，OK，那時候咧，到你想等嘅人叫你係咪nickname？冇啦。我叫我 giraffe。等驚咯，等阿媽管。because 我你滾呢？哦 ，OK，攞下波，我 5'7". 叫你哦 5'7" 是幾個啦？攞下波。What's that？ 攞卡波。攞卡波。你在攞卡，人講講嘅人咪叫攞卡咯。哦，我未聽。OK 啦，你試你咩？攞卡波。That's why I 聽 because why I make my Hokkien better because 我韓國講 you know。快對本了，真夠大兵。你聽係明白啊 ？Yes, but not everything 啊。你我未曉我唔會啦。OK，會使啊。如果來一年 confirm 你講你福建話，上加英國中安尼好料啊，唔使罵人啊。是咯，英國中就是不是一定學出來嗎？英國中。我罵我 with a smiling face 啊。你罵笑了都罵伊啊。你罵操！冇啦。我講。我冇講學嘅嚟，只會講雲南波多，波多啊 ，El 波多，咁啦，講潮講波多啊，咁啦。Actually， 我嗰條亂講，我亂講係咪 today？ 我講大媽講掉，阿公阿媽會講了。哦。阿公阿媽，แล้ว另外一個 topic 是幾嘢啊？可能會留是。我有一個 story。好，你留掉。OK。OK，攞卡波。OK，咁時啊，人先招嚟卡佢剛係往吐嘅攞卡波。แล้ว我頭咪 accept 伊啫哦，我頭咪 accept 伊，我看到伊名because 伊無有你決定 accept request 嘅人，佢就是鄧人名嘛。因為佢唔是鄧人名喎，我可能唔知是唔是你嚟，你想我特別講學嘅話。我冇鄧人名 because 我爹是阿嬤。哦，佢爹是阿嬤。แล้วว่าโบตังลังแมวแล้วล่ะสิว่าเตียตังลังบารูอูแล้วแล้ว你嘛是ตังลังว่ามาสินอนเนี่ยแล้วว่า你嘛是一般阿嬤咯Yeah 那 Cathy 嘛是阿嬤咯 Cathy 我講ว่า mother 是 Chinese ว่า father 是 Czechoslovakian so ว่ามา Chinese Czech 哇
隻腳你成個是你 nickname 咯。會使本啦。你 nickname 叫咩攞卡波 nickname？但你隻腳是叫咩？我都唔要叫。我白機，叫我白機。Chinese 人家是 Chinese 咩 ？Chinese 隻腳叫咩啊？呢個唔解釋，唔知等下嘅面。Saya lanti tu oleh jaga sen. 是啊。Oleh marble kan buat biar kong lah. Chinese 隻腳是叫。我知講。叫咩？我白機啊，我白機啊，叫咩啊？我白機啊。我唔係講唔知啊。等陣。叫我咪咪啊。嗱，你當今啦有一個半阿嬷咯。一半阿嬷啦 ，that's why。你一半阿嬷，嚇 Katy 本是阿嬷嗎？啊唔係阿嬷本是阿嬷。我是兩半阿嬷，兩半阿嬷。有咩嬷嬷阿嬷啊？兩半呢 ？Two half 啊，兩半。兩半做一份啊。是啊，你一份啊，阿咪話俾佢講。唔知人再講啊。8%阿嬷啦。你把阿嬷，阿嬷咪是阿嬷咯。阿嬷名是叫阿嬷嘛。哦，出邊，然後 OK， 你到底幾歲時過來 Colorado？ 我來這邊baru di Japni lah。哦，跟我像1994啊，來，還是1995？我95來。哦，tapi at first 我去 Texas， 搬來這邊咯。哦，你來美國多幾年啊？di Japni 咯。di Japni，OK。我 Texas 去整了出邊，你有常談對邊個？我搬咪suka對 Malaysia。做咩做？我不suka lah. Too long a story. 我不知喎。Tapi 我 suka Penang, 我 suka all the Penang Hokkien, you know. Nikia lah, you know, like that. So I always try to keep up 聽你show podcast. 我 subscribe 我 iTunes 對我啲做工時我聽咯講啊，嗰啲好就好聽啦，好出名啊。我諗邊啲學嘅背咯啦，做工時背咯。Yeah, so 你會使 like help 我 improve 咯 ，because 我一個 friend Hokkien 人呢，and 我看你有 Ian Ang， yeah, Ian 喺Colorado Springs 2 hours away from me 啊。你咪就係咪做大兵咯？哦，係大兵啊！你把我kacau ye nanti later 我 telefon 你 kacau 哦，你把伊嘅呀？我把伊嘅。我大家知嘅把大兵了。呢度是大兵啦。呢邊真係即Penang Hokkien 人有 quite a few 啊。哦呀。But 你 timing 啊 ，because 你caki 你看 you know 咱kalau busy 啊 ，morning caki 啊，看好啊。Because 我嘅 time 是卡下阿你馬來西亞人阿妹啊。Yeah, of course. 哦，你好超會先，感謝你老卡波阿莫我白機，唔知叫咩？你等住佢。我白機啊，飛機啊。是叫做飛機啦，你是 go 啊，係日本啊嘅，你是想嗎 ？Chinese checkers 叫飛機。飛係咪啫？咩飛啊 ？Yellow 啊？飛啊，就是飛咯係飛，就是 round 啦。飛機，飛條啦，買嚟老卡波嘅好聽。我白叫唔使，我未啊，嘅叫來。OK， 感謝我特別嘅邊呢，就是呢個禮拜就是特別講無聊走去了嘅報紙，了加特別話你家來我白叫老卡波，我白叫。個有怎麼走去了老張阿獨啦，然後個有豆嘅，拜拜，然後個有阿嬷，感謝阿嬷，感謝，拜拜，然後個有一個走去了後調啦，然後個南西，感謝南西，幾來啊？嚇，咪係來啊？特別個日出號。來本是冇行本嘅，王正格是，今日本嚟冇行呢。你話 photo 咯，係個 photo 嘢咯，個 photo 咯。係幾位係只大禮物。Unless 做多面人可能咯。禮物嚇？多面人可能咯，禮物咯。
等下即間看咯，等下即間看咯。我數嗱，即個咯，未看到，即個咯，未看到。咯。哦哈。嗱，迄個特別嘅人甲有爾啊，有當so far 有兩個人有爾。this year 有無 this year？ this year 無啊，自己搭上。突然你貴獎嘛？哎呀，這個也無咁貴啦，這個 OK 嘛，這個特別喎。也無點聲，你想我應多錢啊？OK， 咁各位聽就是聽迄人啦，下禮拜個再到底來聽哈，若是你人是點樣聽到已經是幾個啊嚇，已經差唔多比較我已經是到啲邊個咯，若是講你對啊，我已經即 episode 出嚟時我到啲邊個，所以你人會使過去邊個學嘅啦，佢咪幫要去看我嘅。本地電話是對外招招較英國我記得路嘅時上我特麼甲右邊特麼來者嘛，右邊講你往尾去食鋪路是到你邊食嘅時候，我就 tweet 啊，攞嚟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咁晒啊，都覺得John 你是搞 Malaysia？ Lama. John， 咁去做咩？係咪數 hang out 別用啊？唔知喎。有人 complain 哦？無。我發布喎。我根本我冇看到 hang out 嘅字喺嗰邊嗰度。有嘅你冇看到。等下我把你 try 下。你問 try 啊，當然我個要開隻新嘅嘛，幾個 topic 啊。OK， 等下我開個新嘅你個 try。你咪開 topic 成嘅時候，我哎呦，我俾甲你講乜嘢？我啲 WhatsApp 甲你講啊。WhatsApp 講。我啲 WhatsApp 甲你講。OK， 係點啊？我未 join。OK。OK，Skype 冇Google Plus 啦，我當然冚了，是開新 topic 兩個鐘嚟 OK。這是幾個 next topic 啊？ OK， 拜拜。So I have to hang out? No, you man, you 到啲 Skype 會使 stay 掉。